烟香对年轻人的3大忌啦。第一个加味烟品，就是在里头加了闻得到、尝得到的所有的味道。这些烟草公司，国内外的烟草公司，在台湾申请的烟品的添加物，只要在台湾制造，可以添加的口味添加物总共1227种。1227种，你说小小的一根烟，它什么烟商需要申请1200多种？它就是申请了1200多种的化学添加物要添加在这里头哦。那第二个，它没过行销，所以你网络刷得到的啦，看得到，不小心看得到，大家share秀来秀去的啦，这一些的一个东西哦。然后很多的运动赛事，很多的网红什么开箱文呐，很多的这样惊鸿一瞥哦，就是让你觉得吸烟是酷的一个行为，或者是好玩，或者是香的是科技的一个行为，还有现在所谓的一个装置哦。